有趣的創造力，作者青蘋果，愛曼文靈修分享。創造力就係智慧嘅樂趣，係啦，我完全同意嘅。根據聖經，上帝嘅話語喺創世記嘅第一章中，我哋嘅上帝用7天創造咗呢個世界，並用7個美好嚟描述佢嘅創造。我能夠感受到佢嘅創造力，讓我哋樂在其中。我亦都認為比爾蓋茨、艾隆馬克斯同埋馬克扎克伯格嘅創造力同樣令人着迷，所以佢哋先能夠日夜辛勤工作。我哋認為創造力係佢哋嘅成功嘅動力。上帝如果深愛我哋嘅話，佢就制定咗救贖嘅計劃，並通過耶穌基督以無條件嘅愛嚟拯救我哋，使我哋免於滅亡，獲得永生。佢嘅意念係幾有創造力呢？而且超出咗我哋嘅想象。研讀一下聖經啦，睇下耶穌基督點解咁甘願承受苦難，亦都要拯救我哋啦。上帝樂於發揮創造力呢一個觀點，表明創造本身係一種充滿喜悅同埋趣味嘅行動，而唔係僅僅一項嚴肅嘅任務。呢一種觀點係源自於咁樣嘅信念：作為終極嘅創造者，上帝創造宇宙同埋人類嘅方式係充滿咗美感、奇妙同埋幽默。例如長頸鹿啦，好似鴨嘴獸嘅存在。人們都可以通過藝術、音樂、烹飪同埋其他嘅活動，表達咗上帝賦予佢哋嘅創造力，從而分享呢一份喜悅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讓我哋有創造力。喺創造嘅過程中，我哋嘅熱心，我哋嘅熱忱係從心發出，供應我哋一切向前嘅動力。因為你嘅創造天地嘅時候，都講咗7個美好嚟描述你嘅創造，我深深咁與你共鳴，就係創造中嘅快樂，亦感到你創造咗救恩俾我哋，讓我哋能夠喺沉淪中醒覺過嚟，喺耶穌基督無條件嘅愛裏邊接受救恩，獲得永生。實在係感謝你嘅信實、恩慈、良善嘅創造力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係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係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，咁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